雖然自己一向有四海為家嘅感覺，但係香港對我嚟講係有一份親切感嘅。今次嚟香港可以逗留一個時期。喂，我是鄧麗君。有空啊？Jimmy 係嘛？我拍特輯啊？好啊好啊。OK， 係咁先啦。拜拜。拍特輯雖然會忙一陣，不過我諗呢個特輯播出嗰陣時，我已經離開咗香港啦。等大家仲可以見到我。